Hello，大家好，多謝大家收聽12月天機斗數數據論樓市。咁過去連續兩次美國嘅減息，香港每一次都係跟1%嚟嘅。但係呢兩次嘅1%嚟咧，對香港嘅樓市咧就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打咗一支好大嘅強心針。咁喺成交金額、成交數字裏邊咧都有好明顯嘅增長。今次分析數據，咁12月啊嘛，亦都做一個連結啦。個情況就係咁。首先有一則咁嘅新聞啦，當然啦，呢個梗係賣花讚花香嘅一個人啦，3年內樓價彈40%，我唔信嘅，但係反彈係絕對有可能嘅，不過能唔能夠持續6年呢？我亦都覺得未必嘅，咁我會分析原因嘅，咁但係反彈真係事實嚟嘅。我哋先睇一手成交量。咁一手成交量嘅話咧，就去到呢個11月16號已經17600㗎啦。咁而家已經挨近18000㗎啦。咁即係話其實過去10年一手成交宗數最多數量咧，金額都應該都係10幾年以嚟最好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起碼買樓嘅人真係多咗。呢個我接觸好多客都幫好多客嘅意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第一樣嘢係正面嘅成交量蓬勃對個整體個市場係有利嘅咁因為其實買賣樓有好多嘅，譬如話建築承建agent 代理咁或者唔係我哋做任何嘅裝修或者配鎖匙都係一連串嘅，所以有買賣樓嘅成交對於整個市場始終都係有利嘅。二手成交啦咁我相信咧應該就因為之前就社會運動啦，跟住疫情啦，咁23、24都樓市都唔好嘅，應該就過去超過咗7年未試過連續有8個月都係二手成交宗數超過3000宗。我都講咗啦，呢個數字係平均係3251宗左右啦，一路都有講呢個數字嘅。咁今日未完噶嘛，咁而家呢個數字係有滯後情況，仲有3日先完11月㗎，咁所以咧呢個月嘅二手成交宗數咧都係3200幾。我再講多次，呢一個宗數係唔包括居屋，唔包括新樓㗎，佢純粹係二手成交宗數㗎。咁呢啲成交宗數嘅數字係好精確㗎，咁所以佢一路有個平均走勢咧，個樓市一定係持續地成交係有而向好嘅。今年嘅1月1號，咁就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係137點，咁去到而家呢刻係143點，咁亦都持續2個月。美國再開始減息，香港跟隨之後，連續2個月都係升，而升嘅幅度都有升1點幾個 percent 至2個 percent 㗎。咁而最重要一件事係乜嘢咧？係今年其實去到年中嗰陣時，去到落到134點，而嗰個位反彈到而家係升咗接近8個 percent 嘅。即係話其實喺最低位，即係今年佢都仲有摸底嘅咁但係3月嘅一啲嘅公佈，咁跟住個股市向上，好多人都講股市行快，樓市半年。咁而家個股市抽咗上去，樓市開始穩定，所以施永青講嘅，我覺得有啱嘅道理。但係最重要，我都講咗，香港嘅如果個香港利息、供樓利息咧係低於3厘樓下，香港嘅樓市可以持續反彈向上。但係如果嚟緊12月10號嘅議息，如果佢又開始有唔減息，都仲未落得翻3厘樓下咧，個股市萬一有波動或者跌落嚟，個樓市始終都有機會會唔好嘅。咁所以而家係咪話持續下年係100%升市？我睇見咗底就肯定嘅。但係問題，只要香港供樓利息喺3厘樓下，呢個一個最正面。我啱啱開樓市講座亦都分析咗呢件事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好明顯，大家唔好睇話嗰啲新聞話，哇，仲有好多平價貨或者點我都講咗，我335萬買一間大埔中心嘅，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而家大埔中心平均成交價錢大部分都360幾、370幾，仲要我間係有裝修㗎。而家成交嗰啲好多都係冇裝修㗎。咁所以其實樓價咧喺最低位有一啲部分嘅樓係低位反彈超過10個 percent 添嘅咁不過只係話有啲上年唔跌嗰啲咧，就今年到而家冇乜點升，情況就係咁。咁我覺得樓市嚟緊12月都係穩定為主。咁下年如果真係美國持續減息，如果因為今次嘅減息已經有機會12月10號都未必一定減嘅。咁如果下年持續減息，我相信香港嘅樓價會持續向上嘅，但係希望盡快可以
供樓利息落翻3厘。我下年全年睇，我估計可以升到7至8%，但係就唔會話睇嗰個人話升40%或者點，唔會嘅。但係好明顯有反彈，所以有需要買樓嘅盡快買。我之前嗌你唔好買樓住嘅，起碼大家見到真係唔買，而家反彈翻啦。咁希望幫到大家。